享嘅喜悅。一個能夠影響小朋友生命嘅事工，係一個傳福音嘅機會。滿有盼望同愛心嘅禮物，呢啲禮物將會祝福好多嘅小朋友，接觸全世界有需要嘅小朋友。聖誕快樂，耶穌愛你！呢個係善普斯聖誕禮物行動。自從1993年起，善普斯聖誕禮物行動將超過6800萬個禮物盒送俾全球130幾個國家有需要嘅小朋友。當見證到小朋友收到禮物嘅時候，實在係一個美好嘅經驗，亦都係令人興奮嘅時刻。我哋鍾意送禮物盒。呢個係468份禮物。喺每一個收集禮物嘅城市，數以百萬計嘅人想盡辦法去收集禮物盒。當所有嘅捐贈者、團體、家庭、教會等收集禮物之後，佢哋可以將禮物盒送到我哋其中一個處理中心，嗰度有班義工檢查，準備送到世界各地。神係美好，係奇妙。當你成為事工嘅一員，嗰種感覺太好啦！你會感覺到呢個係神要你做嘅工作啊！鍾意參與聖誕禮物盒行動。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，生活喺貧窮、疾病、天災、戰亂之中係幾咁辛酸。呢啲小朋友失去咗屋企，本地嘅村民話俾佢聽，冇人去關心佢哋。當我哋有機會送禮物俾佢哋嘅時候，基督將會得到榮耀。Julissa 參加善普斯為水災災民準備嘅其中一個聖誕禮物行動，佢收到嘅唔單止係一個禮物盒。我學到耶穌基督愛小朋友，每一個相信耶穌嘅小朋友都能夠得享永生。今日我接受耶穌成為我嘅神同埋救主。聖誕快樂！小朋友收到禮物盒嘅時候，同時都會有一本當地文字編製嘅福音冊子。耶穌愛你。多謝。我哋希望收到更多嘅禮物盒，因為佢哋都係祝福，將佢哋送過嚟啊！啲歡笑同喜悅，你完全可以喺佢面上感受到。呢個係聖誕節帶嚟嘅喜悅，我真係要感謝天上嘅父神。每盒禮物都好重要嘅，每個生命都唔一樣。我哋希望你喺包禮物嘅時候，為即將收到呢份禮物嘅小朋友禱告。呢啲禮物盒將會送到世界各地有需要嘅小朋友嘅手入邊。願上帝祝福你。我係郭福林，祝福你每一位，聖誕快樂。